美国后礼拜三就要公布扣对顶关税细节，台经院的专家就指出，若是美国扣关税，对咱的农产品影响会真大。要若是台积电去互扣税，台积电是会当甲成本转去客户身躯顶，影响无介大。不过，若是讲到中小型的半导体产业，恐惊就会较辛苦。美国总统川普4月初日将会针对主要贸易伙伴扣对顶关税，因为台湾是美国前15大贸易国家，台讲也被美国列做垃圾15国。台经院表示，对这两大产业影响上大。以目前来观察的话，影响可能相对比较大，就是农产品跟汽车，但是现在比较麻烦。哦，你如果对美国降税，汽车降税，你对其他国家是不是要降税？有消息传讲，这边川普的对顶关税锁定目标将会限缩到主要贸易伙伴国家，关税范围传讲无包括汽车加晶片等特定产业。台经院专家指出，台湾对美国半导体贸易顺差，美国占4.7%，晶片是不是让比后面？专家是安尼看。它其实未来即便面临了关税的一个这个情况，它还是可以透过转嫁的一个方式来给予它的客户。对于台积电这方面的对关税的影响，其实相对会小一点，但对其他的半导体业者来讲，它的压力就会比较大。台湾目前面对着川普关税战的冲击，伫最近也怪注意，尤其水电拢会起价影响。台经院院长张建义认为，经济成长率保3应该无问题，不过 CPI 依然会冲破2%的警戒线。有专家讲 ，AI 加伺服器目前也走向边界化。AI 平价化是现在进行式，不是未来式。但是它对我们台湾厂商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商机，而不要只注重在少数个别厂商供货。专家提醒讲，若是怕关税战造成晶片加伺服器起价，虽然会当透过转价来降价冲击。不过也要注意买去是不是产生变化。另外，也要注意看川普的关税战是对当时开始实施，才让国家精准的预测甲应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